Hello，大家好，我係 Colin，咁樣就係之前喺 CY 嗰條片咧就係飾演阿林嘅角色嘅。大家好，我係 CC，咁咧就係呢條片嘅導演。大家好，我係 Elia。5年前嘅自己對比起5年後嘅自己有咩唔同？咁睇翻5年前嘅自己咧，其實講真，以前真係瘦好多，但係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嗰陣時都係自己第一次拍片，第一次真係我記得自己寫劇本，跟住又做主角咁樣，其實個感覺幾好嘅。但係可以睇翻而家5年後自己就好似冇咗呢個感覺，即係因為而家始終做嘢啦，咁樣又唔係好似行翻呢一個電影咁嘅行業咁樣。但係咧，我依然對電影嗰個真係仲有個熱誠，所以我自己間唔中都會繼續寫下片咁樣。所以你話我同所以我覺得同5年後嘅自己究竟有啲乜嘢大分別？我諗可能係對媒體接觸少咗咯。但係我覺得我比之前成熟咗嘅，係都搞笑咗嘅。咁我睇翻條片之後，見到5年前嘅自己，覺得佢真係好簡單、好開心，好似冇乜顧慮咁樣啦。咁所以5年之後嘅我就哇，都經歷咗好多嘢，同埋我覺得個人雖然係經歷多咗，但係我覺得自己踏實咗，同埋內心都平安咗。咁所以我覺得見到自己5年前同埋5年後，我覺得都感覺自己成長咗咁樣咯。好明顯就係我連新住嘅地方都唔同咗啦。咁所以其實5年為我嚟講都好大嘅轉變咧。我諗最大嘅唔同可能係變得更加無定岸。係咯，即係其中一個小嘅分享就係喺我到埗移民嘅第一日啦，係我冇咗行李嘅，因為行李唔見咗。咁個 flight attendant 就冇同我講話係唔見咗啊，定係 delay 啦。發現原來其實自己都真係最重要嘅唔係你手上攞住幾多嘢，係你隻手有幾快可以去 react 你會面對嘅唔同嘅挑戰。作為青年，點樣面對挑戰？其實我覺得青年人喺而家呢個社會上面，其實面對嘅挑戰太多啦，即係可能係社會嘅批判啊，或者係學業嘅壓力啊，揾工嘅壓力啊，就算可能去到職場上啊，可能俾又要同老細搞好關係嗰啲，簡直係我想講同嗰陣時讀書仲辛苦過讀書。所以我覺得話佢哋嘅挑戰太多，即係我要講我都講唔晒。咁但係要真係佢哋應該要點樣去面對呢個挑戰？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個心態係好重要嘅，即係我覺得唔可以保持翻讀書嘅心態。我讀書嗰時成日都係 hea 下咁樣，真係唔得㗎。我係要懂得點樣去同佢哋溝通啦，去融入翻喺個社會度。但係最緊要融入還融合，又唔係迎合佢哋咯。你都要做翻自己嘅，有翻自己嘅初心喺度，同埋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當你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就算你幾難嘅挑戰咧，你都可以迎難而上嘅。同埋最緊要一樣嘢，有咩困難一定要揾人幫手，因為合作係真係好重要，同埋有一個團體感都好重要。可以放開多啲咯，即係覺得啊，因為可能年紀細嘅時候覺得啊好多嘢做唔掂咧，就可能好大件事啦。咁但係我覺得隨住慢慢嘅成長啦，越嚟越多嘅經歷啊，就知道其實就算係面對失敗，其實都唔會話啊呢個世界就冧落嚟啊。其實好多時候有挫敗嘅時候，咁都係一個好好嘅成長機會啦。咁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嗰個面對就係調節翻自己嘅心態啦。唔緊要嘅，有挫敗嘅話，或者又做得唔好嘅時候，可以自己檢視過之後，下次又再慢慢做翻好啲，唔需要俾咁大壓力自己咁樣咯。反而係你真係有一個好開放嘅心態，即係去睇翻原來天主做咗一個咁樣嘅你，而呢一刻嘅你可以點樣做去面對而家呢刻嘅困難。唔係話所有嘢都一定會順利，亦都唔係話所有嘢都一定會迎刃而解，亦都唔係講緊天跌落嚟當被冚，係唔係一個咁樣嘅心態，而係你靠住天主俾你嘅呢一切，呢一個到目前為止嘅呢一堆恩寵，你可以點樣去好好運用呢？點樣好好去利用天主俾你嘅塔冷通呢？除咗你手上嘅塔冷通以外，
佢仲有俾咗好多唔同嘅同行者你又去點樣可以去同佢哋一齊去同行呢？當佢哋面對挑戰嘅時候，你又會唔會可以將你嘅經驗去俾翻佢哋去睇翻佢哋點樣可以去面對佢哋嘅挑戰呢？你覺得有信仰點幫到你？其實好多人覺得即係挑戰上嚟講嘅話，可能淨係靠團體啦，或者淨係靠自己啦，就可以完完全全跨過晒所有嘢。但喺我自己角度嚟講，我就唔覺得係啦，因為每個人始終都會有個臨界點喺度嘛，即係去到嗰個，即係無論係揾朋友幫手又好，揾同事，甚至係自己有幾有能力都好，去到嗰個點真係要爆嘅時候，你可能真係冇能力爆咯。咁作為自己一個啦，幫 Catholic 啦咁樣，其實信仰對我嚟講就係一個，我諗係一個燃化劑，或者係一個令我自己可以心平氣和嘅一個時間咯。因為好多人唔係好明白究竟有信仰呢樣嘢係有咩用啊？有啲人覺得話翻星期日翻聖堂，我唔出去玩，我唔出去瞓覺，我咁辛苦，係咪？同天主講，同一個你覺得真係存在嘅人，唔係即係唔，佢又唔係喺你面前，佢真係喺度咩？同佢講嘢咪同公嘅嘢講嘢，啲人對佢傻嘅。咁但係對我哋呢啲有信仰嘅人嚟講，我哋知道天主其實佢係一直都喺我哋身邊嘅，同埋同佢傾偈，我哋去祈禱、返教堂。甚至係喺一啲自己省察嘅過程入邊，其實我哋得到嘅嗰份平安，先至係當我哋面對挑戰嘅最好嘅良藥咯。我相信我嘅信仰話俾我知，其實有一個好愛我嘅天父爸爸喺天上面一路照顧我啦、帶領我啦。咁所以我覺得有信仰就係喺面對困難挑戰當中，其實唔係我自己一個去面對，而係天主喺我嘅心裏面去一齊同我面對。可能未必會將我所有嘅困難都一一去拎走啊，或者冇任何嘅痛苦，我覺得唔係，而係我覺得就好似大家身邊有朋友仔咁啦。當你有困難嘅時候，身邊有人陪住你嘅，咁所以我覺得信仰俾我就係喺我面對呢啲嘅難關啦嘅時候，係讓我感覺到唔孤單，同埋內心有一份好大嘅平安，同埋好大嘅力量，去讓我更加可以去面對到嗰啲嘅挑戰。咁所以我覺得信仰為我真係好重要。有信仰點樣幫到你？就係因為天主日日都同你同行，無時無刻都同你去同行啦。咁至於你願唔願意去俾天主同你去同行嘅第二件事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你都願意去開放自己去睇下，究竟天主擺你喺呢一個位置、呢一個 moment 喺呢一個 so-called 實驗過程裏面，其實你又可以去更加多發現自己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呢？會點樣去 react 呢？亦都可以去睇下究竟天主其實係 through 呢一個咁樣嘅過程裏面，喺邊啲地方最觸動到你呢？點樣可以去帶領你去行一條更加活出到信仰啦，更加去光榮天主嘅道路啦。去光榮天主，亦都去彰顯你自己嘅塔冷通，亦都揾到你自己喺呢一個世界嘅其中一個價值嘅一條道路啦。你覺得參與信仰團體或者 CYA 有咩得着？對我嚟講嘅話就係信仰團體更加可以令我認清到就係天主就真係喺度。因為當你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咧，當你同成班好熟嘅 friend 一齊，或者大家共同話題嘅 friend 一齊嘅時候傾偈嘅時候，你唔覺得傾得特別開心嘅咩？所以呢個我就覺得其實信仰團體其實都係同呢一種嘅感覺一樣咯，就係當你大家都有共同信仰，大家去分享一啲唔係淨係可能單單日常生活嘅嘢，可能同天主聯繫、同我哋信仰聯繫緊嘅嘢嘅時候，其實大家嘅嗰份平安啊，大家嘅嗰份感受到天主係臨在嘅嗰份感覺，甚至感受聖神呢種感覺，其實係更加強烈嘅。咁我呢個係我喺以前已經參加唔同嘅信仰團體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學到嘅一樣嘢，就係你喺呢一度。其實係更加會揾得到你自己，即係天主賜俾我哋嗰個熾熱嘅嗰份心咯，就更加令到我哋可以更加move on 去面對所有嘅問題，或者係更加快樂咁樣去生活，更加去享受翻即係天主賜俾我哋嘅呢個 moment。有一班人一齊有天主喺當中，可能當中我哋團體會有大家彼此去分享近況啦，又或者可能係睇聖經啦，甚至乎我哋一齊去為我哋彼此嘅需要去代禱。我覺得呢個陪伴都好重要，因為我自己都有一啲教會外嘅朋友，咁佢哋當然俾到好多嘅陪伴啦、支持我啦，而係我覺得更加有信仰嘅朋友仔喺團體當中，其實嗰份嘅
同行係更大，因為佢哋唔單止係用一啲可能係鼓勵嘅話語去幫我啦，更加係佢可能用翻聖經嘅話語啦，或者親自去幫我去祈禱嘅時候，我覺得呢份同行為我係好需要嘅。發現自我嘅一個過程啦，咁亦最多係除咗一個發現自我嘅一個過程裏面咧，其實你除咗發現自我，亦都係發現他人嘅。咁亦都可以去了解到，除咗喺自己生活嘅一個由成長到呢一刻目前為止嘅一個生活嘅 social bubble 裏邊咧，咁其實喺你嘅生活圈子以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用佢哋唔同嘅方式去生活啦。咁喺一個咁多元嘅一個咁樣嘅社會裏面啦，喺咁多元嘅一個團體裏面啦，喺咁多元嘅一個宗教同埋一個教會裏面咧，咁其實天主都用緊好多唔同嘅獨特嘅形式去召叫咗我哋啦。咁所以喺我哋可以揾自己嘅召叫嘅過程裏面，亦都可以同其他唔同嘅人喺佢哋揾緊佢哋召叫嘅時候，同佢哋同行啦。識唱可以一齊唱。當心開始震動，當你我學會閃躲，當愛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離像子被拉脫，一碰到雨天終究會墜落，太殘忍的話我直說，因為愛很重，你卻不想懂，指望反方向走。